哦，音乐会呢，在吴晋淮纪念馆，吴晋淮的音乐纪念馆，8月27号晚上哦。哦，你看吴晋淮先生，100岁呢，100岁的纪念呢，有送这个音乐 CD 的，哈哈，真好真好，来，赶快来啊，赶快来这里参观参加活动，哦。还得到这一片音乐 CD 最好的收藏，哇！感谢五湖的祖先，感恩五府的祖先，出咧遐好牛个主题，吴晋淮先生，音乐的大师呢，做个台语歌谣，足出名，做管仔岭之恋，暗淡的月，真个唱的歌声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8月27日，音乐暗会来这参观，足好的哦。